中心的保育员今日去仓库开始刷杂物，不过伊毋是要摒扫，是要清出一个空间了后，家己靠婴仔由入来仓库关起来。一个哭闹的小婴儿独自待在这个储藏室里面。个有保育员看到咧靠的婴仔无甲安踏，用手甲拍。 甚至个把囡仔放伫涂骹，做出更较含的动作。一块布这样直接强塞进去，但我们可以清楚看到，只留下一个婴儿小朋友的，他把这个布受不了的吐出来了。这画面，互家长看甲真生气嘛，真唔甘。因为去年这间托婴中心姓黄的保育员，互家长投诉哭毒囡仔。当时社会局调查了后，处罚保育员和负责人。托婴中心嘛申请休困1年。不过，即马有家长看到影片，才知影家己的囡仔嘛。 苦毒的保育员嘛，敢若唔拿一位，批评社会局早着看过影片，却无主动调查到起户头前抗议。有多名人员多日多次，还有多名婴儿，但社会局只浓缩成1天内的2个小时，坐在帮宝椅上，然后踢着走这样子。当时在查办这个虐婴案的时候，没有 看到时代力量的立委王婉如嘛到现场质疑社会局虽然有罚钱，说罚上轻的6万块，是表示他认为这样的行径仍然非常的轻微，非常的可以觉得OK 啊，还好啊，这样子的态度吗？社会局回应影片当中用面巾擦伫囡仔的嘴，或者是关伫仓库的，拢是红发的姓黄的保育员。目前已经接到其他家长的报案，等来处理。一个施虐行为或不当的对待行为，那当然我们还不只是6万哦，如果这种行为会更重。另外，是毋是像家长讲的无主动介入？社会局副局长讲会检讨，嘛强调这间托婴中心虽然按算8月复业，不过一定会根据调查结果来判断，伊敢袂使继续经营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